咁多位午安，今日我哋要係同大家簡報一宗疏忽照顧兒童罪嘅聯合行動。案中嘅受害人呢係一個初生嘅男嬰，年齡大約係個半月大。而喺呢個案件呢，我哋係拘捕咗佢嘅父母。喺呢個事件裏面呢，我哋警方呢係會交代呢個案件嘅調查進度啦。社會福利署嘅同事咧，佢哋會講翻嘅男嬰嗰個嘅福利嘅事宜，而入境處嘅同事咧，佢哋係會交代呢個身份核實方面嘅問題嘅。好，就住近日咧，我哋喺網上咧留意到咧，有一對港人嘅父母咧，就聲稱最近喺屋企裏面咧就生咗一個嘅男嬰。咁但係生咗個 BB 之後咧，佢哋係冇帶個男嬰去醫院接受呢個身體檢查。另外，佢哋喺同入境處嘅同事申請出世紙嘅期間咧，佢哋係拒絕入境處同事嘅要求，提供一啲血緣關係嘅證據。因應呢個事件受到廣泛嘅關注，警方同埋社會福利署亦都收到好多嘅投訴，所以政府喺個政府層面咧就成立咗一個跨部門嘅工作組，成員包括係保安局、勞福局、警務處、社會福利署同埋入境處嘅同事。根據我哋嘅調查得知咧，呢個男嬰咧喺香港係冇出世紙嘅，佢其實喺香港咧係冇一個真實嘅身份。咁而佢出生之後咧，佢父母亦都冇帶佢去醫院進行呢個身體檢查。如果係在家分娩，其實期間可能會面對好多複雜同埋好嚴重嘅問題，呢個直接會影響到男嬰個生命嘅危險。另外，佢如果冇一個身份，對於佢嘅健康同埋福利嘅事宜，亦都受到好大嘅影響。正正就係以上呢啲嘅原因咧，我哋懷疑咧佢已經觸犯咗疏忽照顧兒童罪。於是工作組同埋我哋警方喺尋日，即係2026年嘅6月2號，喺長沙灣區就拘捕咗呢對父母。另外，我哋亦都將呢個男嬰送咗去明愛醫院接受身體檢查。初步檢查得知咧，呢個男嬰係冇表面嘅傷勢嘅。咁直到今日我哋嘅調查進度咧，我哋終於咧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對父母俾出嚟嘅同意，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樣本，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嬰嘅 DNA 樣本去作一個校對，去核實佢哋嘅身份。咁案件咧仍然係調查當中嘅。咁而家落嚟，我會交俾社會福利署嘅代表去跟進。大家好，社會福利署咧非常重視呢一宗嘅個案，因為咧係涉及一名初生兒童嘅福祉。自從咧我哋得悉有關事件之後咧，社署嘅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咧，隨即透過唔同嘅方法咧，去嘗試聯絡嗰兩位自稱父母嘅人士，以了解同埋評估兒童嘅狀況。喺琴日，即係6月2號嘅跨部門聯合行動當中，喺警方尋獲聲稱父母之後咧，社工已經隨即接觸佢哋，並協助咧將當時兒童咧護送到醫院。同時咧，我哋亦都聯繫咗醫護嘅人員，讓到兒童咧去接受檢查同埋評估。咁因應咧懷疑兒童咧係被疏忽照顧啦，所以我哋咧就向法庭申請咗保護令，以保障當時兒童嘅福祉。咁喺今早咧，法庭已經指示咗咧，將兒童咧送往收容所，以保障咧兒童嘅安全。所以大家咧可以放心，我哋而家咧有專業人士咧照顧緊佢。社會福利署咧，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科咧，會與有關嘅人員咧，就即係有關嘅人士會面啦，同埋搜集各方嘅資料，包括可能佢哋嘅家庭背景啦、有關人士嘅身份同埋關係啦，以及兒童嘅照顧狀況等等。並且咧會以相關嘅專業人員咧去進行一個多專業嘅個案會議。我哋咧會為兒童訂立合適嘅福利計劃同埋照顧安排，並且咧會向法庭咧提交報告。無論如何，我哋會以兒童嘅最佳利益同埋身心健康咧為首要嘅考慮。好，大家好。咁根據香港法例咧，新生嬰兒嘅父母就應該喺新生嬰兒出生後42日內為新生嬰兒進行辦理呢個出生登記嘅。咁一般喺香港出生登記嘅情況嚟講咧，一般嬰兒都係喺醫院出世嘅。但係都有啲例外嘅情況，例如係喺屋企自行分娩嘅，就好似現在
涉事嘅嬰兒咁樣，佢哋就喺屋企自行分娩嘅。咁就住呢一類個案嚟講咧，一般嚟講，我哋都會要求相關嘅父母提供證明、證據或者相關嘅資料、相片等等，以證明呢個嬰兒嘅身份，從而令到我哋可以進行呢個出生登記工作嘅。喺現在涉事嘅個案嚟講咧，相關父母其實我哋一路都知悉咗事件之後咧，一路都有同涉事嘅父母保持聯絡，並且要求咧相關嘅父母咧提供證據證明嬰兒嘅身份，但係相關家長一路都俾唔到相關嘅資料俾我哋，所以現在有關嬰兒嘅出生登記工作咧，我哋係未能夠完成住嘅，仲係繼續當中嘅。咁我今日嘅報告係咁多。好，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，咁咧喺度亦都想簡單講一講另一名相關女童嘅跟進情況嘅。就住該名女童咧，入境處咧已經聯絡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、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同埋特區政府駐倫敦經貿辦，我哋正向瑞典當局咧了解情況，包括該名女童喺當地嘅身份同埋佢被接管之後一啲後續嘅安排嘅。入境處咧會繼續同公署、大使館同埋經貿辦咧保持聯繫，並會視乎瑞典當局嘅回覆咧作出適當嘅跟進嘅。唔該。好，而家未發落節